你们看我这个狗，它把猪耳朵收在这边里面。我想进来，你是做么？它这里闻到僵尸。你跟我收猪耳朵在沙温水里面做什么？啊！你们看我这个狗，它把猪耳朵收在这边里面。我想进来，你是做么？它这里闻到僵尸。你跟我收猪耳朵在沙温水里面做什么？啊！你有事吗？哎，我骂你，你还给我啊！你有没有脸？猪耳朵跑沙温吃了你！哇，你这滚开！滚！你给我滚！不跟你好啊！滚！哎，我骂你，你还给我啊！你有没有脸？猪耳朵跑沙温吃了你！你有事啊？没有给你了，怎样吃？看你没办法，好嘞，滚开！滚！你给我滚！不跟你好啊！滚！你看，这真的开门，一开门看到这样景象，真傻眼，不知道谁干的，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知道开门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你会不会抓狂？这是超大的海豹，好，它可以咬成这样子，你看，这真的开门，一开门看到这样景象，真傻眼，不知道谁干的，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为什么海豹把它搞死了？海豹跟你有仇？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干的？来，是谁干的？好，走，还有这一只，跑到角落躲起来的这一只，我带你去看监视器，就知道是不是你干的。把我抓！你看，你回来，那只大海豹漂漂亮亮的，那么可爱，它竟然可以把它咬成这样子，整只全毁了，整只全毁了。你看，它可以咬成这样子。